小美女哦，小美女哦。新生国小的人荣中校长今年来到现场，谢谢光临一下。谢谢。欢迎我们新生国小带来精湛的独轮车演出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好，要笑要笑。音乐放啦，老师，谢谢。这是花式啊，独轮车有分花式跟那个极限啊，所以呢，独轮车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哈，好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尝试看看哦。要过山道哈，好棒好棒哦，好厉害！新年的新生国小，新生国小的乌龟装的哦。高压中的新生。哇！